这月初一，真侪民众拢会出门行村。台南正统龙年门圣母庙今仔日开放大家望春牛，讨一个好吉兆。另外，南昆新大天府今年抽国运签是抽到中上上签，庙方讲咱的经济甲民生今年拢会比旧年较好。 初一透早，庙内是吵，真侪民众来庙行村，祈求新的一冬平安顺遂。台南正统六里门圣母庙特别设7星平安桥，有软桥骹，信众排队来祈求。那庙埕有一只春牛公，这庙方是照饼五天干地支落去做春牛甲帮神，民众哪望牛哪念吉祥话。当然就是身体健康嘛，然后赚大钱。就是一定要早上一大早来过这平安桥，来象征着说我们新的一年就是要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 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比方讲，农业社会时阵，牛是对咱农民上较有帮助的动物。即阵用望春牛的仪式，一直到元宵会办抢春牛，要互大家求一个好彩头。望是你若烫正脚，就是表示今年较有雨水。即母庙望春牛吼，你也就讲望牛头，子孙就会出头啦吼。啊，望牛角吼啊。 财产会稳当当。镜头来到南昆新大天府，计时一到中昼11点开始拔杯，抽今年的国运签，抽到第10支，连续3上杯在。今年是第13首，庙方解读是中上上签，参今年元旦抽的吉祥字旺上合，认为整体经济民生拢会真好。好像正日头嘛吼，但是你若是讲日头了后，就暗时啊嘛，但是甲看嘛讲足好呢。 等于讲规暝规日拢好呢，哦，这个新得意哦，拢看得出来，在中间整个吼，咱的发展也好，民生也好，经济啊，咱百姓也好，你今年呢，会当讲非常的旺。过年期间，全台湾的庙宇香火拢正兴，新年头一天，真侪民众趁好天出外行村，大家拢盼望新的一冬拢好运连连，万事顺利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